本港新增1宗基孔肯雅熱本地個案，至今已經累積3宗本地個案。涉事嘅男患者45歲，住喺青衣曉豐園，喺上環返工，有長期病患。佢上個月30號起出現病徵，包括發冷、關節痛同埋發燒，之後去到醫院求醫，而家喺瑪嘉烈醫院留醫。患者冇外遊記錄，但係潛伏期去過上環信德中心同埋葵涌廣場，相信呢幾個地方風險比較大。當局將會喺呢3個地方進行大規模滅蚊行動，以及追蹤隱形病人。初步估計會有1500戶居民受影響。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歐家榮就話，患者冇去過錄得首宗本地個案嘅鳳德邨，相信今次同鳳德邨個案冇關聯。有住喺青衣曉豐園嘅市民就話，呢一帶衛生情況良好，亦都會做足防蚊措施。又或者積水嗰啲地方都冇乜㗎，其實呢度積水嘅情況咧，冇乜㗎。其實水浸嗰陣時有排水浸，呢度都冇做。咁我諗噴下蚊怕水先出門口咯，最主要係。咁我着翻條長褲咯。咁之前上次都有做嗰啲措施啊，其實都所以唔講講。佢之後都會有做啲時候嗰啲清潔啊，我覺得主要唔係屋企嘅問題。翻查資料，青衣曉豐園喺今年8月曾經錄得2宗基孔肯雅熱輸入個案，涉事兩父子曾經去過孟加拉旅遊。歐家榮就話2宗個案相隔好耐，會進行基因分析，了解係咪有關。